受这个系统，我送你去灵界修炼。太突然了吧？能不能介绍一下背景啊？爽文男主开挂，还需要背景吗？呜哈！九州最高术院由天盟创立，乃灵界第一修仙圣地。我叫徐小兰，师承朱雀宗。徐小兰，轩辕城1班。1万多名新生会按照修为被分进100个班级。安林灵段1班。你怎么混进来的？阿道混血户！对不起，安林，我没想到你不会修行。安林，这里好多人要对付你。轩辕城，苏浅云，请赐教。王玄战在此，一人一我必须一决高下。接招吧，炸弹！安林，你来对阵班长。老师，安林和班长的境界差距太大，我替安林打这一场。竟然连累小兰了，这就是修炼者的战斗吗？我只怕一招都扛不住。战神系统如何完成？就用它来展开逆袭吧。